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照伴，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带，我袂大摇动。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领死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我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这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交托启文34篇，伫圣诗的后面，伫1059页，显着的是我来刻，恁来印，着称赞上主。爱心神啊，着称赞上主。
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为死的人，因袂通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土，因的计划第一日就落空。靠雅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五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赐食物予枵饿的人。上主讨帮受关家的人。上主予亡人为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予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为永远做王。惜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做声要称赞上主。咱做伙来祈祷。阿爸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安然经过一礼拜久。那今仔日是主你所祝福的安息日，主愿欢喜，伊爱来到伫你的宝座前，三甲来敬拜你，嘛要领受主你的祝福。那今仔日是退休牧团之日，愿主你祝福纪念因过去的服侍，嘛祝福牧者因健康、平安、有喜乐甲愿望，并愿意继续来使用因，嘛祝福因心灵拢有快乐甲满足。并成做教会集体的祝福，求主你欢喜因所做的，将因看作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互因的性命彰显真理甲救恩。愿因到年老犹原为伫结果子，嘛恳求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为伫坚心来倚靠你。愿主你的平安甲阮三甲地地，嘛求主掌管阮一切。主啊，当阮专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三甲来共讨上帝的话语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退休牧团奉献主日，欢迎詹琼华牧师代表前来，请按公道甲募款。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做伙来关心退休牧者的生活。第2，小会公告第1小点，欢迎并接纳黄安琪姊妹的成林会籍，对屏东中会万丹教会转入咱本会。B，刘依丽兄弟、杨依婷姊妹的成林会籍对寿山中会三民教会、公义行动教会。转入咱本会是卢志豪兄弟伊的成林会籍对寿山中会保重教会转入本会。D，陈心怡师母成人会籍设立伫本会。以上原主是阮祝福。第2小点，12月初2拜二上午11点，伫高雄英总为余春辉兄弟临床洗礼，愿主你是阮祝福。第3，本会定伫12月14日下晡3点到6点，伫富堂要来举办幸福特会，有报名的请咱准时来参加。当天请伫下晡2点30分以前完成预备，并来参加会前的祈祷会。第4，本会有发送2026年油厂教会月历主题福音真言，敬请兄姐与家庭为单位，每一户一份请咱毋通去集体，伫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5，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第1小点，12月21日上午2场礼拜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由咱教会圣歌队来献唱。当天第2、第3、第4场礼拜要来联合聚会。第2小点，12月21日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
要接受洗礼、健身礼、小儿洗礼，请咱伫本主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弟请咱伫当天上午9:30伫3楼的生活广场参加洗礼的说明会。受洗的，请咱准时并走正装。第三小点，12月21日下晡3点到5:30要来举办圣诞节活动幸福家乐中圣诞特调地点要伫咱油厂敬拜中心，伫咧园中路478号内容有圣诞表演甲摸彩欢迎全家莅临观赏。第四小点，12月21日下晡6点到8点要举办圣诞大聚会大聚餐，地点油厂敬拜中心，伫咧园中路478号，敬请有报名的咱准时来参加。第五小点，12月25日下晡5点到8点30 2025年高雄圣诞嘉年华会迈向真光由咱高雄市政府甲九福网连结正教会来共同举办。地点要伫咧中央公园活动的内容除了食、啉甲耍佫有气垫乐园。下晡伫咧4点到8点乐免费有社福摊位甲义卖拄佫有精彩圣诞晚会欢迎兄弟往办公室来索取原邮件一人限索取1张数量有限，咱索取完咱就无阁提供第六本会定伫12月31日暗时10点到12:30，伫咧敬拜中心有跨年祈祷会，内容有敬拜、信息、祈祷迎新年倒数计时，甲嘛有为咱有备宵夜欢迎踊跃来往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参加。若无报名，咱就无法度来索取有宵夜宵夜更加当天拜三祈祷会的配合。隔早起8点恢复伫教会的课堂。第七点，2026年每日研经释义已经开始咧订购费用500块，一年有4本原价共520块，每一本130块，650块是一年嘛有4本，有大字报的大字版的原价共680块，每一本170块，请咱伫12月28日前往陈佩芬干事来购买甲纳钱请小组长来协助组员统一来订购，多谢。第8点，本会定伫12月28日下晡3点到8点有2点30分报道，伫富堂要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的对象是2025年度新厝内人幸福福长长老小组长敬请12月20日前上网往小组长来报名，请小组长来协助报名咱毋茫重复来报名。具体消息送讯本会蔡志豪兄弟、凌准蔡国辉兄弟伫咧12月初9望主温调安孝主怀定伫咧12月19日拜五上午9点50要伫咧台南市殡仪馆和平堂来举行立馆告别式甲毁坏礼拜，愿主安慰为主，敬请兄弟为主来代祷补充报告和地教会顾大忠兄弟伊伫蒙主安照相助会爱交相助会费。第二，合作社第一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中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并请社员伫12月26前完成12月份股金存款、甲现款、甲贷款，以利年终的结算。以上报告。
个迄个，我补充一个教界消息吼，迄个咱教会出身即个陈信昌牧师吼，咱中间敢人捌伊？有啦吼，佫袂少啦吼。伊伫明年的正月10日吼，下晡3点要举行进庭退休的感恩礼拜，感谢主吼。伫油松教会出身的牧者已经牧会到满70进行退休吼。伊是伫中兴长老教会，要伫以前阮也捌服侍过，即个南门长老教会来举办退休的感恩礼拜吼。欢迎这个管理。若要去的人吼，赶紧甲迄个咱的办公室报名吼，因为伊截止是到12月20号报名的截止吼。咱恭喜吼，毋茫若要参加的赶紧报名吼。以上报告。请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语，记载伫个腓立比书第4章，咱要为第40到第7节。选到的是，我来读，恁来看。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我要阁讲，伊着欢喜。恁的顺良着对众人显明，主君啦。一切目的挂虑，独独万事地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学乐，咱要请妇女圣歌队来学乐咱的主。感谢妇女圣歌队为主带来动听个活泼的诗歌。
这是咱要请詹长华牧师来讲道，詹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宣告喜乐，宣告喜乐。戴牧师，做兄弟大家平安。在先真感谢上帝的大恩典。这个新的主日吼，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特别是伫抬杠节第3主日的时阵，我就甲大家做伙相识。我代表总会吼，迄个应该是退休传教士的一个纪念主日吼，来到大家中间，向大家安尼来请安个募款吼。真歹势，因为总会甲我通知的时阵真临时啦吼，所以我伫遐想讲要安怎讲吼，我就照讲教会令啦吼，就是照抬杠节，我嘛互大家知影讲现。即马退休传教士的现况啦吼，互大家小可我就清楚啦吼。所以今日是第3主日吼，所以点到第3期的迄个知识的垃圾吼，就是一个真明显，就是爱象征一个讲爱宣告，像是充满喜乐吼。一方面是已经到年底吼，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过去吼。纪念耶稣的救恩吼，伊出世阮是已经发生2000几年前，所以用纪念的形式。相时抬杠节吼，佫较重要是期待耶稣基督过来吼。伫遐尔变动的世界。今仔日无论你活伫啥物所在吼，除非啦吼，你完全无爱看电视，完全无爱看报纸，佮完全无爱去闭开目睭看今仔日的世界吼。这是充满不安、冲突，常时有侪互人心内烦恼的代志吼。但是因为做信实啦吼。来活出迄款的对主遐来所领受的即款的喜乐吼，伫歌体的中间，即款的喜乐亲像迄个暖流吼，也是充满伫你的心内，嘛我着影响着你的厝的人，甲你的厝边头尾吼。像是即款的欢喜乐吼，我着诚做黑暗中迄款的日光吼，互世界。变做讲多彩多姿吼，人讲一句话吼，世上无啥物物件比快乐，佫较会互人美丽的化妆品吼。大家拢知影喜乐是上好的，喜乐就是好良药啦吼，上好的药啊。今日阮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4章吼。4节到7节，保罗讲你爱喜乐吼，我佫讲因爱喜乐，但是吼，但係看迄节吼，迄段可能讲哇，保罗可能伫人生真顺遂、真欢喜的时阵所讲，不过毋是啦。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阵，伊本人是伫罗马。阮过去拢讲受乖吼，应该讲软禁啦吼，因为伫遐上诉，但是咧，伊行动完全无自由，佫有罗马派兵丁吼，甲伊看咧安尼吼，软禁啦吼，但是就会当时罗马皇帝破决啦，生死拢毋知影，所以伫即款讲连生死都毋知影，真经的下面吼。伊勉励
菲律宾的信徒吼讲，就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反正讲吼，保罗所讲的喜乐吼，毋是平安顺遂的时阵迄款嚟讲欢喜吼，会讲成功得意的时阵迄款真兴奋。反正是伫逐样的苦难中间吼，对上帝遐来所领受的内在的超越性的迄款的喜乐。所以保罗毋是要叫菲律宾信徒吼，你著爱欢喜吼，无论安怎你著爱欢喜，是爱帮助因吼。伫逐样的挑战、苦难的中间，我著吹着上帝同在迄款的开难。所以真趣味啦吼！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吼，佛学不讲啊，靠主常常喜乐吼，靠主爱常常欢喜。但是现代中文也是讲现代福佬话都无共款的翻译啦吼，因为迄个原文吼 ，character and curio 吼 ，curio 就是主。character 就是爱欢喜吼，喜乐吼，伫主的内面迄款的喜乐。所以福佬话新的翻译吼，翻译非常的好吼，爱甲主结连来得到迄款的喜乐甲快乐，这是伊较完整的意思啦吼。直接翻译就讲伫主的内面的喜乐，什么叫做伫主的内面吼？假使了吼，保罗受偷放，伊都爱欢喜吼；痛苦的消息嘛爱欢喜，但是只是外在吼，伊家己吼，无法度去决定的吼。所以保罗欢喜的根基，毋是讲家家的门会开门吼，伊会无罪偷放，伊痛苦会无去吼。是反正是主甲我同在吼，所以这是内在，是对主遐来的，毋是外在，还是皇帝破决吼。所以无论生死、欢喜、快乐，拢伫主的内面吼。有一种的解说真清楚啦吼，亲像鱼啊吼，伫水的内面。俗语讲一句话，一个人欢喜时，就像鲈鱼安那。得水了吼，鱼本来就伫咧水内面，伊伫遐生活，伊的所有养分吼，拢伫水内面吼。所以水面安怎变化哦？迄是水面吼，但伊伫海内面，伊就自在吼。甚至吼，当然阮无法度去看即款的情景吼。台湾当年咱有风台吼，顶悬做风台哦。下骹鱼啊，也搁伫遐自在伫遐受啦吼，袂因为顶悬的变化，会影响到伊伫水内迄款的自在。所以即个真简单的譬如，互阮知影讲吼，伫主的内面吼，生也是伫主的内面，死嘛是为着主来死。所以伫主的内面，拢伫主的内面。所以比较讲吼，伊的欢喜，伊的喜乐是无因为外在的环境来改变，迄是被动的吼。那主动的是啥？是伫主的内面，迄款主动的喜乐是永远无改变吼。即句话大家拢熟悉了吼。如果被当大的人，拢着我来食，来我食吼，我要互恁安息。头拄仔讲吼，喜乐是良药吼，好友。个喜乐嘛是上好的讲。毋免用啥物化妆品啦吼，喜乐本身就有法度互你的面容吼，迄个互人看到真欢喜吼。但是，咱伫世间无可能讲袂拄着挑战困难吼，所以有的时阵我嘛知影讲啊，食对基督徒就应该靠主啊，伫主的内面来欢喜。不过，有还有不是不只多忧闷艰苦。所以耶稣讲，如果被当大的人，拢着来我家了吼。所以来我家是
上关键的一项物件吼。到主的遐，伫主的内面，我就得到安息。所以安息是一种深度的喜乐吼，袂因为外在的情境安怎改变来影响的，迄就是伫主的内面迄款的安息。所以主要所甲门徒指出讲，要咱超越吼，压过迄款所有的重大秘诀是啥物？就来我遮。所以这是基督徒伫世间吼，应该讲我的习惯啦吼。阮昨吼去拜访阮迄款的伫内围教会领导啦吼。拄好伊的办公室就伫庙的边仔安尼吼。原来这个领导伊的哥哥吼是基督徒的，为什么伊食做基督徒吼？伊做建筑的吼，所以伊就讲要投资一项足大的建案安尼吼，伊就去问迄间庙的迄个神明啊，神明竟然甲伊讲哦，你稍等咧吼，今年莫顶人，爱明年也顶人啦吼。结果伊竟然相信了后咧，哇，钢铁吼天啊继续大起哦，所以伊规个计划成本加足侪吼。因仔知影讲吼，靠神明啦吼，无效啦吼。耶稣讲来我遮，甲真理的主亲近，你着我着压过迄块符节，甲活命主斗阵，自然就会活出压过死亡迄款的快乐。所以来到主的遐吼，毋是到神明遐，所以这个后来吼，伊知影讲靠神明无效，伊来改变伊的信仰，好加在路人引带伊后来信主。这是昨去拜访的时阵吼，真特别的一种的体会啦吼。迄间庙是内围迄个所在第二大间的庙。连停车场都袂少，袂踅啦吼。地方的势力嘛袂少，我是感受会到。但是遮的台湾人挖苦较久吼，我都互一个有心的人也是讲，假如你将你的将来都靠伫即款的神明必然带来真大的损失了吼。这种重大讲交互上主吼，上帝已经甲你扶持，伊绝对袂互义人失败。这诗篇的作者，伊家己上深的体会吼。诗篇另外一个所在佫讲，你迄种当日的重大。交互迄个会甲你派重大的主啊！所以基督徒什么时阵有重大，什么时阵就交互主。来到主的面前，将重大交互主。上帝既然应允，通过圣灵应允，一定甲咱吼，甲咱扶持，袂互义人失败了吼。什么叫做伫主的内面的喜乐吼？亲像丰富的中间、不安的中间，但是因为主伫你的内面，亲像一支蜡烛啦吼，无大，但是因为主的同在，所以黑暗，我就将迄个光吼，甲伊消灭了吼。反正因为主的同在，我就伫黑暗的中间照光阮头前的路。所以保罗伫传道生涯中间吼，第一遍对亚洲去到欧洲吼，咱不是讲的马其顿的后城吼，就去到菲律宾迄个城市伫遐传福音。有一日，伊挂出一个富贵腐蚀的鲁比的鬼吼，
竟然伊主人因为安尼失去伊得到利益的工区哦，伊就发动一个暴动了吼。佮当时菲律宾社迄个官员莫名其妙吼，竟然掠保罗甲伊同伴西拉，甲伊拍，佮甲伊掠，佮伊关伫监牢的中间吼。保罗所拄着的代志吼，坦白讲啦吼，莫名其妙啦吼，诬告啦吼，传福音竟然爱互人掠、互人拍、佮互人关吼。竟然保罗甲西拉伫监狱的中间吼，手骹拢有迄个讲迄个木棍吼，甲伊扣咧吼。竟然伊两个人可能迄个互人拍迄个，感觉渐渐消失了，但是因为主的同在吼，伊竟然伫半暝，保罗甲西拉伫遐祈祷，祈祷了后伫遐吟诗学乐上帝哦。其他犯人嘛注意伫遐听吼，伫听吼。忽然间发生一项大代志了吼，大地震了吼。啊，讲到地震吼，我住花莲要5年啊吼，不死的啦吼，我高雄前几日嘛安尼吼，几啊遍吼，台湾人吼对地震吼，毋是讲完全我就适应，不过咧，台湾人对地震已经有养成一种的讲袂出来迄免疫力啦吼，嘛知影讲什么时阵爱安怎吼，但是咧，迄外国学生吼，都惊甲规暝袂困去了吼。所以这个地震毋是迄款的自然的地震，是主的手伫遐出手啊吼。大地震地到讲，家家的地基又绝，所有家家的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落去吼。伫无久的苦难的中间吼，因为主的同在来祈祷来学乐，我就带来真大的透望的困难。家家的门全部开，锁链我就送落来，落落来。保罗的经验吼，可以真深深体会到讲吼，伫所有的挑战甲苦难的中间，只要有主的同在，带来迄款的学乐，伊的困难是遐尔大吼。所以保罗是通过伊家己活活的经历吼。佢即摆人虽然伫罗马软禁，但是伊我都菲律宾的会友讲，就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这是保罗的经验，所以伊安尼讲的时阵，就是活活的见证吼，佫是伫受怪的时阵的见证。健康的人吼，咱有时嘛去看阮的亲友啦吼，破病吼，可能。你愈健康吼，你去看病人，你对伊安慰，无拄拄伊听会落啦吼。当然有人来看真欢喜，不过咧，你安慰无拄拄伊会领受。但是吼，我叫8、5年毕业吼，就受派去到东路，东路有一个姊妹吼，伊后来嫁去到迄个台中中孝路教会哦。迄个时阵吼，伊得癌，伊是女性吼，迄年乳癌吼。我去东路教会时阵，已经差不多要第8年吼，8年哦，还阁好好。但是伊嘛照医师的迄个吩咐吼，食物什么生活拢真照规矩安尼行。地教讲吼，台中的院长吼。都拜托伊啊，专门做什么代志咧？去癌症病房哦，去到遐个得癌的人，甲伊分享。可能医师甲伊讲的话，听无啥会落哦。甲即个姊妹甲遐病人分享的时阵，讲我已经得癌8年哦。迄个病人听到哦，就随时甲我，你甲我台湾人足爱讲，你甲我共国的啦吼。受伤的啦，所以地教讲接续落来讲的话，伊我就去体会
搁我就得到安慰。这就是一种代志，拢会我都真紧，像是真容易去了解这项代志了吼。所以保罗嘛是用伊家己伫苦难的中间，对上帝学乐迄款的欢喜，所以这款的见证吼，对菲律宾的信徒因都真知影吼。所以喜乐毋是讲逐日拢安尼日光吼，真灿烂，真温暖吼。遮讲的喜乐就是讲，袂好黑暗，袂好艰难，甲伊淹甲无去吼，迄款的黄茫吼。保罗为什么有这款的夜鬼受关受拍，佮真侪艰难中间的迄款的喜乐吼？伊的确有伊家己的秘诀。所以伫圣经的内面，也是保罗批信的中间，反正讲吼，当然第一项是伫主的内面，哦，这免加讲吼。第二咧，保罗伊知影讲，伊的人生真有限啦吼，但是伊伫人生有限的中间，看到一项永远的阳光吼。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吼，伊就讲出讲，阮所受即个暂时。佮小可的艰苦，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佮较大永远的阳光。我是美容的客人吼，我17岁那信主，信主了差一点互人挂出来安尼。佮后来有去工作，伫工作的中间吼。有一个足清楚的上帝呼召，我去投靠新学院。我爸爸第一个反对了吼，你好好工作无爱做吼，你去读册，我无爱交学费互你哦，你家己负责哦。过来咧，迄阵我已经订婚，也未结婚啦吼，订婚准备讲以后要。无毋免真久就要结婚哦，你家己都饲袂我，阁要结婚哦。我老爸烦恼我会理解，但我讲你毋免烦恼，但是我讲你毋免烦恼无效啊，伊也阁掠烦恼。阁较有一项物件吼，我的老爸迄阵嘛，伊嘛无法度理解。原来我的工作当然我真欢喜掠做，不过。上帝呼召我的时阵吼，第一项你讲你爱放落所有一切来服侍我。第二咧，伊互我看出讲吼，人看做是可能是卑微的吼，但是上帝看做是宝贵，这个是上大的荣光啦吼。都即款的足坚持这点吼，所以底下讲将来以后读新学院过程中间，毋是无挑战啦吼，嘛有真侪。艰难，但是咧，我真心体会到保罗这款的心情啊，就讲看到人生真有限啦吼，但看到迄个永远的阳光，所以即马所拄到一切的艰难，拢是暂时个小可的艰苦。保罗讲暂时吼，等于写哥林多后书的时阵吼，其实已经经历至少啦。将近要20年的艰难啦吼，但是看到永远，迄20年嘛是暂时啦。伊的艰难真大，但是比起上帝要小出互伊的，伊看做是小可。所以这款的讲对比吼，我就抓到真重要一个物件，就是看到永远的阳光，比较其他让我都压过了吼。第二吼。这是大港节内面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做得要来啊啦，4章5节，咱今日经文内面讲，最近来吼，所以阮哋庆祝讲纪念圣诞节，主必然要过来啊，已经来啊，但还未来，迄款嚟讲，紧张的中间吼，我甲。但牧师吼，伫新学院内面的时阵吼，
老师拢会讲啦，上帝国也好吼，祖国来也好吼，不是讲迄个一句英文啊 ，already but not yet 安尼吼 ，already 就已经来啊嘛吼，但是也未成就。但既然是耶稣基督应允，必然会安怎？必然会成就了吼。所以伫即款 already but not yet 即款的紧张的中间，上核心的就是即款的愿望吼。所以今日世界有太多代志烦恼，但是咧，到主来时阵，上帝国临在时阵吼，这一切拢会过去。现在秩序、和平、仁爱、公义会实现伫地面上了吼。诗人捌讲一句一大话安尼讲吼。咱现在看到是一影吼，像一本册个圣经一影尔啦吼。但上帝手内所把握到的迄规本的册吼，遐尔大本，讲人生也讲世界历史拢伫伊手内。这本册的结局是啥物？最后一周上重要一周，就是主过来。这个是唔免看到遐吼，所以即慢慢不是受到人的有限，所以眼光吼可能看到真近一点吼。但通过信仰，我就看到讲哦，原来结局命是伫上帝手内，上帝是主，必然要过来。第三项吼，4章60到70。内面讲，万事要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互上帝知了后咧，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咱哪有条件？咱哪有？无共款的有时困境，但这一切拢我都提到上帝遐，甲伊求了后咧，所以牧师不是教导一项物件啦吼，你祈祷吼，爱祈祷到一个坎站啦，你心内真平安啦，哦，安尼你就知讲哦，一个安尼是的确下主的心意哦，即款体会吼。真侪基督徒拢经验过啦，吼。所以第九讲吼，毋是保罗安尼讲尔，保罗安尼经验尔，嘛是真侪基督徒通体会，像是经验到的。所以有代志吼，到主的面前向伊求，最后求到一个坎站，就是你心内得到对上帝遐来迄款的病，你着好大去做吼，绝对袂错误啦。所以经验到即款的上帝恩典的滋味的人，拢我都明白吼。所以阮今仔日嘛受伤，因为基督的保守，我心怀意念真平安了后咧，阮就讲主永远袂互苦难加做结局。阮暂时是苦难，但是结局绝对袂安尼啦吼。所以咧，喜乐是啥物吼？毋是世界变得好啊，迄是外在的、被动的。但内在甲主动是啥物？确信基督伫世界一直拢伫遐掌管。所以上帝国是啥物？就确信上帝掌管。毋仅是伫我的个人的生命内面掌管，伫台湾的社会掌管，嘛伫世界掌管。特别讲到迄个俄乌战争吼，我心内真侪不平吼。看到最近中国对日本的迄款的所做所行吼，毋仅是日本人愤怒，台湾人嘛，正常的台湾人啦，讲互清楚吼，嘛真愤怒啦吼。但是台湾人已经经验足多啊吼，第九讲有人开玩笑啦，哦，安尼第一遍互日本人知影讲台湾人过。即几年的经验是安怎？
只是互阮不时拢感觉啊，哪会安尼吼？大家好好到底毋是真好吗？所以确信上帝、确信基督伫世界一直掌权，有诶时阵吼，阮迄款诶信心哦，会受到冲击了吼，为什么会摇动了？主啊，你真正敢真正掌权吼？你真正掌权，哪会互这代志发生呢？但是吼，只要你欢喜看历史，你就知吼。你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吼，你拢看欧洲也好，亚洲也好，你会发现啊，最后哦，虽然有真侪过程，真侪迄款的死失，真侪艰苦，真侪困难，最后你确信也阁是一项啦，上帝掌权。所以吼，对基督徒来讲，喜乐毋是讲阮即嘛，以后就毋免面对迄款的苦痛吼，是苦痛的中间游玩，迄款的对上帝遐来平安，无法度夺去吼。这是主一直守护阮，互咱吼心内迄款的平安。所以保罗讲吼，爱常常欢喜乐，毋是要信徒讲啊，好人苦难，是伫苦难的中间，更较深体验上帝的同在了。所以，阮今仔日一切的所，无论是痛苦、挂虑、软弱，吼，上帝拢看伫，相信嘛陪伴了吼。我有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嘛可能是你可能感觉讲，这个问题讲不遮大吼。荣光、尊贵、全能的上帝，会流目屎袂？会流目屎的会友，请你举手好无？哦，至少有一寡人吼。可能无食手，可能我毋知心内是受啥物。上帝哈尔伟大，敢会流目屎？你两只人哪会流目屎啊？但是我好好读圣经吼，我足深体会吼，保罗上帝会伫伊个人哀伤，伫伊人生黑暗的中间陪伴伊，甲伊做会流目屎的上帝。告诉你，你的人生的艰苦的中间，你体会到上帝甲你同在，嘛甲你流目屎。你对你的面对的苦难有完全无同款的角度。保罗受乖。基督都是伫受怪的所在，叫做伊的同伴。所以台湾真杰出的，也是世界出名的神学家吼，宋传新牧师讲，上帝毋是苦难的说明吼，上帝拄好伫人类苦难的中间，伊毋是为着阮来受苦吼。是甲阮做伙受苦。啊，原来这句话吼是用英文写吼，伊就讲 ，He's not suffering for us, is suffering with us. For 是为着咱吼 ，with 是甲咱做伙吼，咱两字尔吼无共款。阮过去当然完全接受讲，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来死，吼，这个无问题。耶稣为着阮来受苦，这个嘛无问题。但是吼，咱游玩有的时阵，假是也无体验着讲，主耶稣毋是为着阮来死，嘛甲阮做伙死。
毋是阮家己受苦，是耶稣基督嘛甲阮做伙伫遐受苦。所以继续讲吼，所以伫苦难甲死亡的中间，上绝望、上空虚的时阵吼，我毋是孤单一个人吼，我毋是孤单去受苦，孤单去死亡。即个反怎样吼？即款就是上帝真大，可能阮过去毋捌去体会到了吼。所以讲吼，假使咱有即款的信念，会帮助咱吼，用真安静宁静的心灵去面对生命中上悲痛、上悲惨、佮艰苦的处境。所以保罗的上帝是会流目屎的上帝，宋查新牧师的上帝嘛是会流目屎的上帝。我伫我过去捌经过上艰苦的时阵，所体会到上帝，嘛是会流目屎。这是保罗伊喜乐的根源吼。所以因为所以伊即款的喜乐，毋是讲伊会拥有啥物，是因为主，所以伊毋惊失去啥物啦。因为主，诚做保罗，名是喜乐的根源，超我生死顺境逆境吼，因为掠基督做至宝，迄款的欢喜。保罗家庭非常的富裕了吼，因为伊老爸都已经是罗马公民。保罗受的教育非常的好吼，大约14岁，伊就互伊老爸送去到耶路撒冷甲当时的大师吼，伽马列做伊的学生。伊非常聪明，也像是非常拍拼，真少年得志啊吼。但是讲，拄着古我基督了后咧，伊讲看这一切吼，拢是粪土，伊得到耶稣基督最至宝吼。所以上帝当做伴吼，诚做阮的帮助吼，迄是真大的快乐吼。所以一个姊妹吼，一定哀莫吼，伊嘛知影伊面对死亡，牧师去甲伊看吼，伊甲伊甲即个牧师讲吼。牧师啊，啥物安慰的话我拢听袂落吼。但是当你坐伫我的病床的边仔陪我吼，我都袂惊吓。真简单的一种的信仰，嘛真简单的伊个人的体会啦吼。毋是即个牧师是啥物超人啊，毋是啦吼。但是伫伊面对死亡的时阵，有人诚做伊汉尔好的信仰的陪伴吼，都诚做伊真大的快乐。只袂惊吓，上时咧，伊可能有真侪肉体的苦痛，但伊心内有对上帝遐来互伊超我的平安。所以伫艰苦的中间，上需要的毋是答案吼，是陪伴吼。所以腓立比教会嘛真特别啦吼。保罗伫软急的时阵，派以巴弗提吼去到罗马去帮助保罗，所以以巴弗提诚做保罗足好的同伴，嘛诚做伊的帮助。所以告诉咱吼，伫今仔日我看到书会了报告吼，开始安尼一直到年底吼，又创到有遐尔侪无共款的活动，但我体会到讲吼。伫即款的节气的中间，我都陪伴遐孤儿寡妇、社会弱势者吼，来帮助因行过，陪伴因行过生命中间的讲低谷吼，亲像阮的诗班所献的诗吼，有时伫悬沙，有时嘛是低谷，必然会经过遮，但是你安尼做的时阵吼，都诚做遮个孤单艰苦的人，伊就诚做喜乐的天使，诚做因上大的快乐吼帮助。
今日是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日，吼。我想着讲，过去台湾教会中间有足多通尊敬的牧者，因的故事吼。伫台湾民主化，像是中间艰难的时阵吼，用一个代表郭准明牧师叫做时代先知吼。迄阵毋是郭牧师一个人，有规殿的人，嘛有真侪教会会友，叫做迄个时代台湾的良心，甲台湾的先知。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吼，陆先春牧师伫阮的圣诗的内面有真侪首诗伊所写吼。伊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伫上艰苦的时期吼，特别是战争的末期的时阵吼，物资非常的欠缺，三顿吼，当然会使食糜尔吼。伊有10个囡仔吼。阮顶一辈的迄个牧师哦，有5、6个、7、8个，伊有10个哦，10个囝儿吼。伊好10个囝儿拢食糜，结果伊做啥物？啉迄个饭汤啦吼。所以营养不良，地教讲吼，腹肚大起来哦，毋是伊怀孕哦，水肿了吼。伊个囝是我的老师。讲迄阵吼，伊伫三甲伫遐牧会啦吼。讲为了要补充迄个食物吼，讲伊伫山顶吼有一个所在，我就伫遐开垦，我就种番薯啊。所以咧，到伊人迄阵抑阁细汉吼，都用一个迄个试炼的车吼，送伊爸爸，伊爸爸因为水肿，所以骹无啥有力啦吼。要送伊去到山顶去种番薯，送到一半吼，伊个囝伊人嘛无力啦吼，两个都停落来吼，拄啊好路边就是会友的低调啦，就甲伊个囝讲哦，你去低调看觅吼，迄个座的内面敢有物件吼，伊个囝就去吹着啥物？番薯啦，结果迄个番薯是低价，佫是臭香的番薯。我毋知影，即马少年人你敢挑有啥物臭香番薯啊？挑有哦，臭香的哦，都是好糖，迄糖吼酒，佫已经人袂食，因为迄味足歹。爸仔囝摕着臭香的番薯两个人嘛伫遐食个，袂使讲要食甲欢喜咯，因为枵吼。所以，老以前博士吼，伊甲我讲吼，我永远会记得啥物叫做枵餓咧。因为枵餓的迄个感觉，迄款的体验足深就对。但是嘛，坚守做牧师的迄款牧职了吼，牧友有群，因为上帝好有写信息嘛，编信息嘛，受即真侪台湾吼，无论是原住民的，也是白毛族的，也调吼来写诗吼。上帝好即款的文字，底个讲，无论是新的信息还是旧的信息，内面拢袂少手是陆先春牧师所写的。战后1945年吼，淡江中学请去做老师吼。佮战后吼，美国甲台湾有，抑阁是建交的吼，所以伫美国新闻处吼，伫遐兼职咯，伊英文足好吼。佮有法度领美金啦吼。你敢知影？1945年，下个1946吼，美金甲台票的。一箍偌几箍啊？一箍偌40吼，迄大概真侪人拢会记得一箍偌40。佮迄个时阵啊，领400箍吼，袂少呢，16,000吼。当时做老师，6000箍都无够吼，无够6000箍啦。
但是伊掠美金掠400，哦，应该讲，照讲伊安尼好好过哦，我都互厝的人10个囝儿哦，过真稳定的生活。但是咧，歹势吼，1947年吼，因为迄阵台湾所有逐所在青年组织伫淡江中学了吼，开一个会了吼，宣告大会了。结果迄年伊就感觉啊，上帝呼召我，爱去原住民中间做宣告工作。2年尔吼，老师甲去美国新闻处工作，伊就辞掉这2项，直伫迄年年底去到台东，全家搬去到台东啊。迄个时阵爱去原住民的部落吼，因为迄阵的交通真歹，伊嘛无啥物交通的工具，然后拢要行啦吼，所以有时不时啦，毋是讲有时吼，因路途真远，出门吼爱2-3礼拜，那我就转来。罗伊仁博士有一遍，伊甲我讲，讲伊爸爸吼命去遐传道，有时阵嘛会将原住民带转去因兜安尼啦吼。讲有一遍，互伊惊到要死啦吼。讲迄个原住民吼去到因兜吼，当然准备物件互伊食，结果吼伊摸伊的手，安尼摸咧吼，结果亲像迄火山咧落落来。皮肤吼，皮肤白吼，大家即款型吼，所以迄个时阵原住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陆先春牧师都伫因的中间前后后工作20年。特别阮讲到马街吼，讲伫北部建立66间的教会哦，结果伊是建立167间的原住民的教会。真奇妙哦！若毋是我来讲哦，可能全基督教台湾基督教教会哦，10个人哦，9个人拢毋知影即款的消息。因为哦，有一个特质啊，卡尔文的传统啊，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所以这一切拢无爱讲。即后来的人该收集，那确定讲哇。原来伫20年中间建立遐尔侪167间原住民的教会，所以互人讲，即个就20世纪的信者对原住民的宣告的成功了。上帝互伊有遐尔侪文书材料吼，但是伊看遮的是看个真薄，佫是安尼个默默耕耘吼。老肉紧碎颠完，想起伊讲，我的老师吼，罗伊仁博士吼，伊讲我的老爸无用嘴讲足多啦，但伊用家己的迄个行为吼，来加侪对家己上好的教育。所以罗伊仁博士吼，是台湾基督教会第一个去 Princeton 吼，得到信仰博士学位的吼，后来担当亚太区圣经翻译的顾问吼，贡献真侪国家圣经的翻译。我是去了吼，嘛伫遐翻译口的圣经，嘛加侪阮的真大的帮助。结果伊讲到伊老爸吼，伊用一段话来做对伊老爸，嘛是怀念，嘛是一种尊敬的话吼。讲毋是伊做，就是讲毋是陆先春牧师做牧师的荣光，是伊做罗卜的艰苦，讲感召了我们哈，做伊的家己。记得阮跟对伊的脚步行即款奉献的道路。即款的罗卜不止遐济啦吼，有的是抑搁伫，特别是原住民的牧者吼，真侪艰苦。所以今仔日伫遐尔重要的纪念主义中间，
望大家伫祈祷嘅中间为恁代祷，嘛为了因来奉献，愿做我的祈祷。感谢主，伫抬杠这个时阵，我就分享主你的信息。嘛感谢主，你我都通过阮的前辈，遐尔拍拼努力，你甲讲老路遐尔水的典范，阮伫后辈通学习。恳求主你纪念你所有的罗卜，伫你的一条，伫你的何尝所付出一切的辛劳，嘛恳求主你纪念今仔日年老破病，犹原是艰苦遐个退休的牧者。你藉着因的扶持，藉着因的帮助，嘛通过你正假日对因的关怀奉献，来藉着因的亏难。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啊，请咱起立来吟咱的诗歌，欢喜救主做王。即咱为着这退休的牧者，因为着咱的电话灵魂来守望伊为着咱劳苦的咱着纪念伊，也着为因祈祷，甲因祝福，诚做喜乐的天使带怜悯、带恩典互因。咱为着因祈祷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走伫长老有车祸，但是感谢主手术了应该后礼拜就会当出院。咱也感谢主，为着阿英姐伊的肠有空的修复，为着礼美技术因为车祸即个纸皮的恢复，咱拢替祈祷嘛为着谢永一牧师伫美国伊的爱常常换回即款的艰苦来祈祷为着咱中间所有咱知影，咱三体祈祷嘛为着一波的幸福特会，为着伫圣诞，无论是咱有去到伫
鼓励安永县侪侪所在关心的这个牧区其上的祝福，为着咱圣诞一切这活动献上代祷。兄弟，咱嘛为着伫日本地动的恢复，伫这个泰国、缅甸、柬埔寨即款的互相的冲突带来损害，求主和平建交，为着世界和平，为着台湾的国家看见这个条约袂当和谐，互国家拄着顺利，咱也为着这种祈祷。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今日是体育乐团主任。主啊，阮会当为因祈祷，甚至为因奉献。主啊，也会当帮助因，互因伫体育了有好的照顾。主啊，求你施恩，求你看顾。主啊，阮也为着做些软弱的肢体，求主你的医治交伫因。为这个无闲的时间，有做些交通的意外，主啊，求你互因伫拄着艰苦的时，有主你的喜乐充满，互因得到恢复。主啊，阮也将教会伫这圣诞节期，无论是关心遐个需要关怀的人，主啊，送温暖、送疼互因。主啊，阮也会当来得到更较侪宝贵的灵魂，下晡的幸福电话，求你也带领，透过这分享见证，互因会当来归入伫主你的名下。主啊，阮将圣诞无论是教会的庆祝，还是伫城市的庆祝，拢交代你。主啊，阮也为着整个的国家交托你。主啊，特别条约袂当和谐，伫到国家有足侪政策拢袂当向前。求主怜悯，求主开路，求主你伫这中间介入。主啊，阮也看见世界若有天灾，也有这个侪侪任何战争带来冲突，无论伫俄罗斯甲这个乌克兰，还是伫中东的以色列甲哈马斯，主啊，搁伫这个柬埔寨甲泰国，主啊，拢求你怜悯，互和平会当紧紧临到。主啊，伫日本、伫台湾甚至有地动的威胁，日本即帮清新的大地动，求主你啊怜悯，互国家有好的措施，会当赶紧恢复。虽然说阮将这个带到你面前，主感谢你，主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只是请一事进前来服侍。也这咱今日是迄个体育牧团的主任，望咱会当真做这体育的牧者，喜乐的题材透过咱的奉献，透过咱的关心，咱的带导，互因伫体育的时，也会当得到好的照顾。总会这个奉献就是真做免照顾这体育的牧者因体育了一个牧者甲牧师年拢有3000块，咱2个就5000块，会当做生活的帮衬。有足多体育的传教者，即摆哪能啊济，所以总会也真需要有这个奉献，会当来关心、来帮衬、来祝福因。请咱起立来敬奉献诗。天父，阮感谢你，伫你有丰盛的祝福甲恩典，互阮福杯满溢。若是无主的祝福，阮就无有现在的平安甲喜乐。求主鼓励教会集体，为着疼惜照顾退休牧者的生活，
甲心、心灵各方面的需要甲关怀。当阮欢喜按家己的心意来奉献，要真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阮所献的，为得真做芳芳的祭。当阮专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祝福车恳。詹牧师，愿多谢肉体耶稣基督的恩典，大慈悲天父上帝疼痛，甲圣神保护所引带夫妻，甲伊三个地咧，对即时甲永世代无尽，阿门。